市长王伟霆甲教育局长陈升辉14号上午发新小学生加入7个国小甲树林国小的跨校合作创新课程当中。这个跨校合作是教育局针对偏远地区的学校所推出的，规划2间距离较近的学校，安排老师的合作甲学生共同上课。目前71000间学校分做5组，市府希望透过安尼的课程，提升偏远地区小朋友的学习品质，同时也让因的校园生活更加丰富。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教学资源能够经过整合会更好？那我们都透过学校之间，如果距离不会太远，车程在10分钟以内的学校，我们就可以整合在一起，让像我背后我们的七股国小跟树林国小这样子，他们整个2个班级一起合并上课，上这个英文课，还有上这个数学课，让他们有机会跟其他的学校的同学互动，而不只是全班3个、5个、7个、8个这样的同学。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学习会更正常、更有效率。那师资的部分，我们师资并没有因为合并上课而减少，所以反而是1+1大于2，不只是等于2。所以2个学校的班级的老师合在一起，能够提供给学生更多的这个指导。那加上科任老师的话，那就一个班级就可能有3个至4个这个老师。我相信这个学习效率绝对比一般的大校的学生还要更好。那我们也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能够开启教学资源整合，尤其在偏乡提早实施双语教育的话，那这样的话，那学校会更有诱因。我期待同学经过这样的学习，他们的学习效率提升，也会让他们的学习成果倍增。那希望这个部分偏乡学校的这个跨校的资源整合是强强联手，能够提供学生更好的教学资源。这个创新学习的计划，市长强调未来会持续扩大来举办，同时相关的经费市府也会全力来支持。我们学校我们台南市总共108所100人以下的学校，108所。那目前为止，第一批我们这个集合了10所学校，总共5组，以每组2所学校的结合，所以大概有第一批的实验计划，大概有10所学校。我相信这个学校很感谢这个计划，很感谢学校校长的支持，能够让家长也很支持，因为让他们的学生跟其他的学校的学生透过一个正常的一个互动能够让教学资源增加。这点我们相信也期待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经费我们绝对全力支持因为我刚刚提到师资资源不打折，那教学资源会更多，所以说我们觉得经费上应该会全力支持，包括2校往返的交通费也是我们全力支持的。教育局长陈升辉表示，这个计划未来除了持续扩大参与的学校，也希望会使调向行政的方面来合作，让偏远地区的学校有更较好的教学品质。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